大多數投資者利率下降嘅時候咧，會選擇投資債券。但係精明嘅投資者咧，明白市面上仲有其他嘅選擇咧可以考慮嘅。美國聯儲局喺9月開始減息，我哋預期咧政策利率將會喺2026年中降至3厘。咁點解聯儲局要開始減息咧？聯儲局轉向一個寬鬆貨幣政策，主要有2個原因。第一，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放緩嘅跡象。第二，聯儲局認為咧關稅帶嚟嘅通脹影響只不過係暫時性。咁根據歷史經驗，當聯儲局減息而經濟能夠避免硬着陸嘅時候咧，風險性資產例如股票、企業債嘅表現咧通常都係唔錯嘅。咁全球多元化同埋主動管理資產嘅配置咧依然十分之重要。美金走弱有利新興市場同埋亞太市場。科技、通訊行業因為全球嘅人工智能發展嘅前景咧而變得更加嘅樂觀。減息有助幫呢一個企業嘅違約率咧維持喺低嘅水平，支持一啲高收益嘅企業債。美金走弱亦都有機會咧推動新興市場嘅固定收益。總括而言咧，美國嘅減息週期應該係有利於風險性嘅資產，延長美國經濟嘅增長週期。但係因為企業盈利嘅不平均同埋全球嘅不確定性咧，保持多元化同埋主動管理依然係關鍵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攞更多嘅市場資訊嘅話咧，歡迎瀏覽我哋摩根資產管理嘅網站。